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2月21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大代志。韩国因为中国关系临时临要取消咱政府议员长虹的演说，引起咱外交部不满。台北市长郭本铁的后生传出哄骗去，顶一日伊伫网络买册，个人资料外泄，哄骗15万。今日咱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个案，有10个境外大病入境的案例。若昨昏疑似本土病例验3解，确定是阴性。先一开始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阁有10个境外大病入境的案例。若昨昏有一个亲像疑似是本土病例验3解了后，即马确定是阴性，唔免列做本土病例。另外，今仔日阁有73万挂档 AG 预防车送到咱台湾。来听疫情指挥中心2点上新的记者会说明。今天有本土病例0例哦，那10例境外入，那另外0死亡个案。有一案这个疑似本土的病例，那他就是在隔这个首次采检的24小时之后，那我们第3次的采检啊，那采检之后是 PCR 是阴性啊，所以我们已经把它排除了啊。今天会有 AD 疫苗约73.84万剂预定在今天下午抵达桃园国际机场。春节检疫专案，那选择西方案，也就是7+7+7，12月14号入境。那应该从今天开始会有可以陆续期满168小时哈。那如果检验的这个阴性的话，那而且返家的这个居家检疫的环境符合这个我们的规定，那就可以这个全程佩戴口罩，那搭乘地方政府安排的防疫车辆，那返家接续后7天在家居家检疫。回家之后，另外还会有1次的 PCR 哦。第二个消息来关心台东市一间老西药房，今日半暝发生火灾，因为伫困民当中未赴走，消防人员尾也有救出3个人，不过有2个不幸过往，导火原因还阁调查。火警发生伫透早1点外，火为这间药局2楼开始烧，清除乌烟。迄当时伫隔壁档食宵夜，民众就发现随协助拍火，佮报警请消防队来抢救。就赶快先拿灭火器，跟周遭商家拿灭火器先救火，可是后来发现一直往上烧。药局的厝主迄当时为困忙中惊醒，火灾发生赶紧落1楼走出厝外，心里也阁挂念楼顶的家后甲老母亲。在我就喺咧困喺先，啪都来就好，念嘛，2楼3楼较紧。消防队员冲进厝内灌救甲救人，第3、4楼分别发现昏迷的厝主家后，80多岁老母亲甲外籍看护，其中厝主的家后甲看护送上救护车的时阵已经失去生命现象，送医急救了后，2个人犹原不幸死亡。在3楼位置有起火2名民众，那在4楼的部分所属到1名民众那总共有4名民众送医。火警发生的原因，台东县消防局已经展开调查。这间药局早期是旅客甲当地民众坐火车、客运车买行车药甲成药的所在，开业50多年，有真侪台东民众的共同回忆。但是也未少民众经过，拢真意外老药局发生火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桃园有一个读国校的囡仔，10月底伫学校内底甲另外一个囡仔相弄，造成骨折受伤。家长伫今仔日有开记者会，是批评学校急放拢无要处理，嘛批评学校推卸责任。我是一个做工的，要维持一个家里，可是我的孩子现在这样子，我根本完全没有什么任何收入，学校又不出来帮忙。那学校凭什么说你可以都家长会出来，你学校自己都可以不用出来？对，这样的话，那家长情何以堪？他们的孩子受伤还要来道歉，这是什么样子的道理？受伤的囡仔经过手术11月初已经出院，学校是表示拢有协助处理，毋是无。伫咱有民意代表介入协助，学校嘛有替这个学生囡仔申请保险的理赔，而且老师嘛有去病院专工看过2摆，拢有在关心。来关心台东大学电机系是传出大学生出水煮的菌株感染，目前有12个学生确诊，2个人在发烧。学校是表示有可能是顶礼拜5上体育课伫室内有流汗、烧胃感染，
医生是表示，就算有做过水珠的预防者，嘛是有1成至2成会出现突破性感染。台东大学电机系传出有水珠规定烧坏情形，电机系网站透早发公告，请学生都要注意身体状况。系主任讲，拜五小连续到学生讲因出水珠来通报，到21的时阵已经有12个学生去画着，其中电机系有11个人，1年有8个人。另外一个人是机械系1年的学生，因为住伫宿舍去互画着。起水痘，然后他也没有发烧，所以他一开始以为是青春痘，有2会这样讲，对，所以其实我也是蛮讶异的，对他其实有青春，因为青春痘其实不会痒，但是后来他发现会痒。学生原底就是讲是生条仔籽，去互医生看了后，才确认是出水珠。不过水珠的潜伏期是2礼拜至3礼拜，而且出水珠进前的传染力是上悬的。系主任讲，无排除拜五的体育课，伫室内因为有流汗，来造成互相烧坏的情形。确诊同学如果住宿，那可以回家的话，方便回家的话，就请他回家去。好，那如果不方便，我们学校有准备这个隔离室。台东大学第一时间有通报教育部，而且嘛启动消毒。因若为着水珠的学生是采用线顶上课。医生讲，水珠的症状是真恶发现，加上民国93年了后出世的囡仔，虽然拢有公费注疫苗，不过这并不是一世人注一人就好啊。过去打的水痘疫苗已经失去效果了。应该要接种第2剂的水痘疫苗，才能预防发生水痘的突发性感染。林永仁讲，做一档水珠的疫苗，要是有可能有1成至2成的机会会去画到。建议大人甲囡仔拢爱做过2档。因台东大学表示，因无确定学生敢拢已经有做过疫苗，或者是已经无效力啊，考虑会安排团体注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捷运总经费超过1400亿的黄线，伫昨昏通过审计，拍算伫明年动工，希望伫民国117年年底会当完工。若红线春登到小港林园这条线，第1阶段通过许可，市府即马是希望第2阶段规划甲宽平半年内会当完成，赶伫明年底会当动工。黄色的路线为高雄鸟青延长到市中心，甲原本的红线、柑仔线和轻铁拢有交汇，甲市中心包伫内底。一条总经费超过1400亿的高雄捷运黄线，总共22.91公里长，有23个站，20通过国发会审议，预估明年开始动工。不过民众对这条路线看法拢无共款。现在亏本一点，你觉得广西会好吗？这样子交通更完整、更便利。出游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方便。对于可能外地来的人，要去各个地方也比较方便一点。黄线预定民国117年底完工通车，甲轻铁、捷运红线、柑仔线，搁有台铁，拢会设站会当搬车。而且黄线经过地点拢是人口密集的所在，市府预估通车了后，会当甲高雄捷运整体运量提升33%。若除了红线小港延长到林园这条线，第1阶段可行性研究报告嘛通过啊。环评的部分的话，会在这个月就会再送到中央审查。那综合规划的部分的话，我们会下个月会召开一个依大众捷运法会召开一个公听会。那接下来的话，下个月要送到中央做审查。小港林园这条线会采用红线一台车探到底，唔免搬车的方案。不过林园区石化工数较济，过去民众也烦恼时间会有危险。对此，市府强调讲，捷运会伫地下13到20公尺，工线是伫地下3公尺左右，并无烧塌。时间进前嘛做好调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韩国第4届工业革命委员会举办全球会议，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自本是以咱台湾所谓部长的身份去发表演说，结果韩国死到日到，东港一透早煞临时临邀讲要取消，原因讲是因为两岸关系。但外交部是批评韩国实在是真无礼，嘛向韩国表达不满，强烈抗议。南韩第4摆工业革命委员会12月16日举办全球政策会议，委员会伫9月就已经先邀请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伫社会创新场处以台湾所谓部长的身份来发表演说。不2月16日透早，主办单位煞向临时通知讲要取消，原因是考虑到两岸关系的各层面。外交部批评讲，韩方安尼行为是真失礼。对于韩国的失礼的行为，外交部我们已经召见了韩国驻台北代表部的代理代表洪纯昌先生，来表达我国强烈的不满。
外交部伫个20条件韩国驻台北代理代表洪顺昌表达强烈的不满。同时，咱驻韩的代表东电文嘛同步来甲这个韩方表达咱政府的严正抗议。外交部调遣驻台使节。已经是真严重的外交表示，过去就捌来出现过断交，也佫有重大的事件顶悬。那外交部我们在这边感谢郑委员唐凤，他对于拓展国际交流所做出的努力并且我们再次也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国有权利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以及深化友好的互动往来。根据了解。洪顺昌伫个调遣会中表示讲，根据伊初步的了解，委员会是因为综合性考虑，才来取消邀请。台韩的关系甲双方的实质合作会更较稳定。伊嘛来甲韩国的外交部来转达咱方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诈骗案件不时拢有，即马连台北市长郭文铁后生嘛传出防骗去。顶一日伫网络买册，伊个人资料外泄，防骗15万。线顶买物件，即嘛是愈来愈普遍，不过诈骗的手路嘛一直咧变化。最近有风声讲，台北市长郭文哲因后生透过网络册店买册，结果个资流出去，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讲伊买册交易失败，所以照指示去 ATM 操作，1点钟内汇钱汇7届，靠做一个手减15万。在网络上购书，然后透过这个 ATM 解除分期付款的方式，那最后就是被诈骗这样。我想所有诈骗案，警局跟市府的态度都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因为他是谁的谁，所以特别的加强或干嘛。除了这个针对诈骗案本身的破获，也希望可以进一步的去追溯上面的一个源头，是不是有集团在操作。为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郭文哲因后生伫汇款了后，车手就随去 ATM 领钱，这是诈骗真典型的手路。警方已经逮捕2个涉案的车手，而且扩大侦办，追查背后指示的人。警方表示，最近少年人防诈骗是以网络买物件，还佫有投资是占较侪。民众若是有接到可疑的电话，一定要看买册咧。民众如果接获来电显示开头加号、加02、加88等号码，电话中如听到关键字如解除分期付款设定、重复扣款及升级 VIP 等关键字，请立即挂断电话。台北市长郭文哲顶一日伫咧市政会议表示，即马诈骗的案件真侪，连因后生都去互骗去。市府会更较积极来做反诈骗的宣导，嘛呼吁电商业者都要加强治安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两岸局势有较紧张，为着要提升装甲兵的作战能力，陆军对去年加强训练。今仔日开放媒体去采访，模拟中国的军力对海沙堡登陆，咱陆军随去消灭敌情。演练的过程现场雨真粗，也毋过咱的官兵有专业的训练，顺利完成任务。2架 CM1拥护战车伫较悬的所在做目标的所在了后，双向敌对目标做火炮的射击，目的是为着要安抚4架 M60A3的战车变换阵地。M60A3 战车到位接到指示，对固定还佫会刷顶动的目标做射击。CM1战车嘛有加入演练各种射击的要领，这是战车排专精训练上尾1礼拜演练科目。伫个坑仔口训练场做战斗射击的测验。模拟中军两栖总部连为新竹的海沙堡登陆，派加强排战力占领较悬的所在。咱国军方派 M60A3的战车，甲 CM11战车去消灭敌军。而伊外口的雨是真大，真考验排长指挥的能力，加在有射击控制系统，加上车底装甲兵4个人同心协力，做伙克服天气的影响来完成任务。就算伫个演练的过程当中有发生突发状况，官兵拢真冷静，赶紧做紧急处理，退出阵地。当然，进训的排长一开始可能会对于状况的处置或是熟练度不熟悉，那经过教官的教导以及辅导，会让战车排的排长及车长熟练他们的战斗指挥。那希望他们在驻地带回去驻地之后，能够分享以及影响更多同袍。来到庄校之后，能够排除各项勤务，专心的对这个战车排实施专精训练。那在人员的战绩跟训练上面颇有成效。甲兵科基地、联训基地训练的模式无同款，
4礼拜正车牌的全程训练，为强化个人的体能，搬23公斤重的弹药、40公斤相关的装备，培养官兵作战的情感，强化战术的思考。陆军表示，敢若有透过实战化的演练，才会当来应对即马真紧张两化的局势。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促转会公布中正纪念堂转型方案，建议刷走大厅的当上。有民间团体今仔日出面支持，呼吁促转会要量早实施。针对中正纪念堂转型，有真侪民间团体站出来，共同来声援促转会，就要明确来提出刷出当上的决议甲相关主张，呼吁促转会就要量早来定案，深化台湾民主的进程。作为上大做威权象征的蒋介石当上，一定要刷走。伫还未刷走以前，中正庙大厅的大门应该暂时关起来。中正庙这一座受到文化资产保存法的甲骨基吼，它其实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哈，所以到底什么时候真的能够转型成反省威权的这个公园，其实令人非常的担忧。面对民间团体的呼吁，促转会表示讲，会来甲纳入去上尾的总结内底，嘛会来甲外界说明讲，中正纪念堂转型的这个相关措施的处理。2、3月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周全的这个各个意见的整理汇整，然后我们也有相应的展览，更快的收集意见，然后有一个方案出来、方向出来的话，我们就会尽快的提前。顶个月，促转会公布中正纪念堂转型方案，以反省官位历史公园来做主要的论述，规划来改造官位空间，中古纪念事实，嘛要来建议来刷除大厅的当上，还佫有这个礼堂功能以外的改造，嘛要来破除园区整体的装摆路线，伫个法制甲这个民主的基础顶悬来甲做转型的工作，促转会会正密集来甲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提出第4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了后，今仔日佫找银行业者同齐啉咖啡，要讨论后续的细节。有部分的建商即马是贷款买地了后，煞无要起厝，市地囤地。中央银行即马是要求银行业者伫贷款拍契约的时，爱加一条写明期间内一定爱起厝这款条款。央行邀请银行业者啉咖啡，讨论要安怎有效来执行第4波选择性的信用管制措施。那这个建商因买地贷款对6成降到5成，另外，假使讲这个贷款了后，若是无动工，还佫会甲紧缩贷款，也是讲甲提悬利率。对这件代志，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碧峰表示讲，安尼恐惊会引起短期资金链的问题。用资金来控制产业的开发，可能会短期内对于房价的上涨有所抑制，但对长期是不利的。资金方式来管控是会有短期效益。不过，个房商专家认为讲，市地也是讲囤地，伫个实务上正恶劣分，因为这个一直无动工，若有真侪原因，包含这个近期欠工欠料的问题，嘛有可能是因为变更建筑的设计的问题。也若这有限的措施，恐惊会影响到中小型的建商、大集团，也是讲这个保险业。金资挽手，拢差不多是免去贷款，就会当来开上百亿来买地。认为讲若是安尼措施，干那会来加速不动产的集体化，煞讲袂到遐资金饱饱的大财团。你有听过国泰建设在贷款卖房子的话，未来小型建商的经营环境会非常的恶劣啊！房地产业的版图也会呈现一个大者恒大的一个方向，而小型建商挤到蛋白区或者偏乡，乃至于甚至被淘汰出这个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房产专家表示讲，央行因想讲要来降低金融机构这些不动产的放款，安尼要来落实执行，恐惊是干那有这个公股银行，若是讲买地贷款的业务嘛。可能来转向商业银行，这款无到达相关的金检措施，公司银行无到达，恐惊对打炒房的效果嘛是有限。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家文艺奖的得奖人，关注边的艺术家萨古刘巴瓦瓦隆，控指控伊酷色对女性性侵害，因为伊嘛是威尼斯上联展咱台湾展览馆参加展览的艺术家之一。北美馆即马是发出声明，强调讲代志还未摸清楚进程，展览会成重点。
另外，因为萨古条巴娃娃龙嘛有摕到国际会支持，参加明年伫德国举办的第15届卡塞尔文件展览。国际会即嘛赶快发出声明，强调专案还未落母清楚进前，会慢请对伊的赞助。来关心台中是发生假车祸真诈骗的案件，一个细路的主嫌组一个9个人的犯罪集团，挑工制造车祸工弄，经历半暝半拢无监视器的路段工弄发生车祸，再去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已经赚600多万。检方即嘛是依照诈欺罪甲嫌犯起诉。轿车以将近100公里的速度弄到路边的货车，向弄的车辆并180度了，又搁弄到头前的2台车辆，看起来是车速伤紧，致使车辆失控，但是其实是不法分子为着骗取保险金设计出来的假车祸。去年9月，一名黄姓的车商想出来的诈欺手法，结果伊的路线员工也来学伊，找到8位的弄车手甲报案手，也来做同款的违法行为，犯了5件诈领保险金的案件，不法所得606万块。108年10月开始，一直到今年的6月间，总共发生了5件诈领保险案。那总共诈领的保险金额606万。路信集团唔但是有专业的分工，也佮利用半暝经无监视器的路段停伫咧路边的车辆来做假车祸，而且要求弄车手一定要甲严禁弄甲歹。续落来报警，摕到事故证明了后，向产险公司来申请专业的赔偿。台中地检署20号侦查结束，以诈欺取财罪嫌起诉罗姓男子等9人。遭撞毁的车辆约有17辆。其中有5件是无辜被害人的车辆。那本案被告9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检察官表示，规个案件是财团法人金融法治甲犯罪防治中心去年透过起义的产险公司通报检举，刑事局马上报请检方指挥侦办，抓到罗姓男子甲伊的共犯，查出因的违法犯行。记者台中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 Omicron， 目前是传到全世界90个国家。美国伫顶礼拜新的病例有73%，拢是去挖到 Omicron。美国总统拜登嘛传出讲，有甲去挖到的无聊有接触过。另外 ，WHO 即嘛呼吁爱取消耶诞节假期的聚会，而且鼓励大家爱赶紧注意风险，毋望明年2024年疫情会当收煞。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北京一个幕僚20确定去挖到新冠病毒。当事人伫咧17，甲美国总统拜登捌做伙坐空军1号，而且伊有踮伫咧拜登的边仔30分钟久。拜登20体检是阴性，22会阁做体检。根据美国联邦医疗机构的统计，美国顶礼拜通报的病例有73.2%，拢去挖到变种病毒 Omicron， 比前一礼拜会使讲是翻6倍。拜登按算伫咧2日针对美国疫情发表全国演说。This is not a speech about locking the country down. This is a speech outlining and being direct and clear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about the benefits of being vaccinated. 美国德州已经出现全美国头一个因为去挖到 Omicron 死亡的个案。这个患者并无做过任何一档的疫苗。美国传染病学的权威福奇20嘛，搁一再强调对家做加强下的必要性。And everything I've showed you about in vitro and clinic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boosters are critical in reconstituting protection. Happy New Year! 迎接下年2022大型的数字顶，20送到纽约时报的大厅。不过因为即马 Omicron 疫情淡水咧，今年纽约的下年活动，敢会甲11月份宣布的同款会照常举行，是已经出现变数。纽约市政府会伫咧圣诞节进行定案。时报广场20设立快筛站，几啊百个民众排队等要做体检。目前纽约州的疫情严重，19新增加25000人确诊，其中有12000人是伫咧纽约市。因若纽约州这7天以来，平均过一天确诊的人数是16000例，甲前一礼拜来比是增加60%。不过州长强调讲，要阁实施2020年封锁的政策，学校嘛袂停课。目前州政府已经分配200万剂的体检试剂予学校。因若世卫组织20嘛呼吁民众，为着阻挡病毒拖烧了更紧更凶。今年的圣诞假期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An event cancelled is better than a life cancelled. 世卫组织强调讲，希望2022年的时阵，新冠疫情会当结束。不过，这个前提是要伫咧2022年的顶半年进前，世界各国70%的人口拢会当注入疫苗。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来关心美国的生技公司诺瓦克斯的预防剂，即卖已经得到欧盟的批准，18岁以上拢会使注射。不过对 Omicron 的防护力也唔知，若新的预防剂即卖嘛当地研发。另外，莫德纳公司嘛有提出实验数字，表示讲对家做第3档预防剂对抗 Omicron 看起来是有路用的。美国诺瓦克斯生技公司生产的新冠病毒疫苗，20得到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伫咧18岁以上民众，也就是欧盟认可的第5种，再用注2剂，中让3礼拜，保护力90%。伫传播速度正紧的 Omicron 侵袭的时阵，为欧洲抗疫带来希望。欧盟已经签上侪2亿剂的合约。We will be shipping product into Europe in January. There's a couple different groups that are really important, and there's the vaccine hesitancy group that is looking for a protein-based vaccine. Will be a marketplace for us. 不过，欧洲药品管理局讲，针对包括 Omicron 在内一寡互人担心的变异株的防护力数据有限。诺瓦克斯讲，对抗 Omicron 的新疫苗正伫咧研发。We are counting cells to check viability, to find out their growth rate. 另外一种疫苗莫德纳同一天也宣布，公共实验室的资料，第3期加强针拿做一半的剂量，也就是52克，伫咧对抗 Omicron 的中和抗体是37倍。若是第3期加前2期同款拢做120克，中和抗体浓度会更较悬，甚至会到做加强针进前的80倍以上。临床实验按算明年初要开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变种病毒 Omicron 传真紧，泰国昨晚通报头一例。泰国卫生部长即马是表示，因考虑要对外国游客重新启动强制隔离的措施。若新加坡嘛有发现71例，而且佫发生亲像是健身房的群组感染。若伫以色列是对拜三的饭店开始，要禁止因的民众去美国、加拿大等10个国家。Omicron 变异株的疫情伫国际上传甲真紧，各国拢严加戒备。泰国卫生部伫20通报讲，国内出现头一个本土案例，敢若亲像是去予担任飞行员，11月下旬对奈及利亚转来哥伦比亚籍的这个翁婿话着，2个人拢已经有完整来注过 AZ 的疫苗。ก็ยืนยันว่าทั้งคู่เป็นโอไมครอนทั้งคู่นั้นคุณภรรยานี่น่าจะเป็นคนแรกของเมืองไทยนะที่ติดเชื้อจากสามีที่เดินทางจาก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มีการติดเชื้อ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เป็นรายแรกนะครับ泰國衛生部講，目前已經檢測有63個人因感染到 Omicron 的變異株，其中敢若有1個是本土案例。衛生當局還佫表示講，已經提議來取消注疫苗旅客的隔離豁免，並且要恢復強制檢疫隔離，因為12月入境體檢出來是陽性的比例比11月加關出1倍。ตอน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สาธารณสุขนะก็ได้พยายามที่จะจัดทำข้อเสนอนะครับที่จะเสนอทางสบคต่อนะฮะเพื่อพิจารณา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ชะลอ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เข้า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รูปแบบเทียสันโกนะครับทุกประเทศที่เข้ามา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因為新加坡目前已經立即有71個人確定去感染咗 Omicron， 其中65個是這個境外匯入來，還佫有6個是本土個案。新加坡衛生部伫20個半暝啊發布新聞稿表示講，發現一間健身房敢若親像有出現 Omicron 的群組感染，其中有3個個案內底已經有2例初步檢出來就是這個 Omicron。為着要預防境外匯入來甲減慢國內消化。以色列嘅總理辦公室經過內閣投票了後，宣布禁止以色列嘅公民去美國、加拿大、德國、意大利攏總有10個國家。各國這個禁令為拜三嘅反正開始生效。目前以色列已經禁止公民去50外個國家。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其他消息来关心，雷伊洪台扫向菲律賓，造成嚴重嘅災情。根據菲律賓官方嘅統計，死亡人數有375人，加上遊客甲居民即馬攏掉佇災區，無清氣嘅水，嘛無食物。菲律賓嘅總統杜特地已經撥經費投入救災。對天頂看落去，菲律賓當地幾啊路佇咧強風暴雨過了後，規個亂糟糟，也講真濟厝嘅厝頂攏被掀毀。雷伊洪台昨日佇咧菲律賓南部登陸，大雨造成中部甲南部7個省嚴重嘅災情，死亡人數佇咧20已經增加到375人，500多人受傷，56人失蹤。真濟居民甲遊客掉佇咧災區內面無法度出來。官方講，災損的金額一塊偏高，即馬現主是愛解決的是災民的食物、水抑個醫療需求。軍方也鬥相共救人甲後援的工作。
菲律宾总统杜特地讲会提供20亿披索，大约代表11亿协助救灾。 We are lacking out of foods, we lack water, and the gasoline prices is getting high. Some of the markets are hoarding waters, and there are so many local tourists stranded that wanted to go out to their provinces, go back to their provinces. Under stress ang mga tao. Kaya kailangan ng tubig yan, uhaw ng uhaw. Sana mapadali mo yung tubig.根据咱驻菲律宾代表处所掌握的消息，目前是无个人或者是大商因为洪灾伤亡或者是掉掉的。利益洪台伫扫过菲律宾了，继续向越南的方向刷震动，和当地海边周边的几落千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大风大雨已经造成至少1位渔民死亡，5只船沉去。根据中央气象局的消息，雷雨已经伫咧20暗8点减了真济热带性低气压。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35岁做总统，这是南美洲的国家第2总统大选公布结果。今年35岁学运的领袖博瑞克摕到过半的选票，选赢加以20岁保守派对手，成做第2即马史上上少年的总统。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行进入舞台，智利的新总统当地时间19选出来，35岁左的候选人博瑞克。 伊要甲56趴的得票率打败加以20岁极右对手卡斯特，也是智利史上上少年的总统。para poder estar a la altura de la confianza que ustedes me han entregado. No olvidamos justicia, verdad, respeto. Seguimos. 博瑞克反对市场导向的经济模式，强调要改善治理贫富不均，扩大社会权利，同时也要顾好财政。因为伊的对手卡斯特是强调法律甲秩序，主张减税、反同婚、反骗婚、反提囡仔。伫选输了，卡斯特也面对败选。 Por eso, lo primero que quiero hacer es felicitar a Gabriel Boric. Él se merece todo nuestro respeto, ganó en muy buena lid, muchos chilenos confiaron en él y esperamos que tenga un muy buen gobierno. 这是智利几60年来价值观上分歧、社会上分裂的一场选举。前期世代博瑞克是学运领袖出身。 伊捌领导反高学费运动，也参加过2019年的反贪腐示威。竞选时阵所提出来，加强好野人士减少工时、提悬上计工资，并且改善退休金甲医疗保险制度，也讲支持 LGBTQ 的权益。选赢了，伫咧受到胜利亚国的支持者就让的彩虹旗庆祝。 Estoy feliz, viva Chile mierda. Para acá ver a la gente unida, creo que eso es lo más importante. La gente unida creo que eso es lo que todos queremos. 博瑞克也伫咧马尼沙月就职，除了做到伊竞选的承诺，伊上任了，也该面对监督制定新宪法工作的重大责任。智利伫咧去年公投同期要处理新宪法，100多位制宪会议的代表，今年5月就开始研拟新宪法，预计伫明年5月会完成。公司新闻市万玲编辑。 镜头等下过来地方的消息，来关心高雄美浓中正路甲西仔头水圳高架农地，伫顶礼拜起太阳能板，因为边仔就有徛架，不少民众烦恼有公害，而且昨昏嘛有100外的农民出来抗议。 昨日将近100位农民来到现场顶前，即块伫咧高雄美浓区中正路甲西仔头水圳高架口边仔农地，面积大约0.3公顷。两3礼拜前开始动工，顶礼拜所有民众发现是咧垦供电棒。这个场地紧邻着徛架，阁是重要的路口，所以垦供电棒忧心公害会造成交通意外，嘛影响着因的生活。都在门口坐着跟人家聊天，就是那个太阳能板的反射都刚好直照他那边。 会严重妨碍到交通的视线。除了公害，嘛有青龙烦恼，供电业者的租金甲当地农地的行情比起来是悬3到4倍，恐惊影响到因后续会当租到的农地。我是种野人，目前我们有地主是说要把我们租的地收回去，那其实我们投资了好几百万，不到2年，然后他要收回去，这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问题。本局将于近期之内。 邀集相关单位做一个会勘，如果确实有此事的话，我们会将要求厂商必须做好
改善措施。面对着民意的反弹，市府表示，业者是合法来申请，无可能来拆除，毋过会协助因来改善因所反映的部分。顶前的民众嘛讲，因毋是反对政府的绿能计划，只是希望会当起伫个无争议的所在。记者王刘婷并交款个人报道。为特别互农民精准来掌握农作物成长的状况，云林县的农业处推出云林数位农业行动平台，整合资讯，透过预警到放送上新的消息，互农民通变巧，会当做出上好的决策。最近几6年气候变迁，为了方便农民掌握即时天气资讯和采收果子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云林县府推出数位农业行动平台，毋但会当随查到农产的介绍。也当掌握目前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告诉大家每天的交易的价格跟量，那以及你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因应的作为，包括就是面对天气的一个气候的变迁，那我们怎么去预防这相关上的疾病等等这些相关的东西，我想透过农业的资讯的一个平台，可以告诉大家这些相关的大数据，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相关上的因应。农业处表示。英国农业拢是看天食饭，不过即马推出数位农业行动平台，会当透过天气预警提醒农民做好管理。因那平台也当清楚查到全台湾市场采收果子的交易量和介绍，也当了解目前的种植状况，方便农民做出相关决策。让我们农民可以智慧的种植，而不是在盲目的种植，让我们农民的收益能够大大的提升，不会说每遇到那高利贷操纵的时候，农民就血本无归这样。农民表示，透过这套资讯平台，嘛会当收到采收超前的预警通知。以各地菜来讲，会当查到各地头的交易情形，佮按算要采收的时间，方便农民随时调整、改种别款作物。避免同一个时间内，同款的作物种伤济，造成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囡仔长得大，环境若愈无败害，就会愈健康。台南市配合环保署推动室内空气品质自主标章，甲公用托育场所嘛加入在内。经过检验，全部拢合格，保障囡仔权益。公共托育场所内底有囡仔受到幼保人员用心的照顾，每一个拢真健康。因为即马这个地点又搁增加室内空气品质的监测系统，针对敏感族群，打造更较好的空气品质甲生长环境。我们都会去留意仪器上面的指标，然后来改善整个环境的品质，让孩子可以更舒服的可以在家园做活动游戏。台南市配合环保署推动室内空气品质自主标章措施，市内所有的公共托育场所嘛做伙来拍拼。目前针对敏感族群的公共托育中心，全国拢总有10间摕到优良级的标章，其中伫台南市的就占5间。当空气品质稍微不良的时候，他们可以做一些改善的措施，包括打开窗户啊，或是让空气流通，或者是说打开空气清新机，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婴幼儿在室内活动的时候呢，不会因为有这种不良的空气呢，那造成他身体的健康的危害。那这是对我们台南市的一个很大的鼓舞跟肯定。我们会持续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努力，务必让我们台南市每一个公托家园都能获得这个空品管理的这个标章。台南市规划到明年会有14间符合优良级的公共托育场所，到时阁会有环保局的人员前往民间的幼儿园、托婴中心来稽查，为囡仔打造更较好的空气品质甲生长环境。记者综合报道。物价起，钱变薄，果子嘛同款。对于农委会全国果菜批发市场交易计数来发现，去年所有的水果果子平均的计数是10公斤43块4，啊，不过今年已经起到58块，起超过3成。来到市场，家庭主妇买水果进前爱先问计数，因为水果嘛起价啊。以12月19为基准，全国批发市场的平均计数每公斤是58块，甲去年同期每公斤43块4来比较，是起3成以上。3样可能200多，现在都要300-400了。高雄是国内芭乐上大的产区，珍珠芭乐在全台湾果菜市场平均每公斤售价是起8成，红心芭乐平均每公斤是56块1，去年同期是26块9，起伏超过100%。以现在来讲的话，是1斤65块，还有比较回稳。前1个月还贵到80块。那芭乐均少计销也起超过2%。价格好，它没办法收成啊。
所以还是希望政府敢辅导，跟农会一样给我们宣传辅导，不要一窝蜂的都种在哪一个月。基层农会认为，价小起价甲产量变少有真大关系。对于这波水果起价排名前4名来看，俗称一喙金蕉、皇帝金蕉的种金蕉起上多。今年12月19批发价平均1公斤活120块，去年每公斤价小是23块7，起号是400%。青木瓜是对8块9起到28块8，草柑仔对9块4起到130块，金蕉也对16块4起到50块1。排名前4项的水果内底，金蕉就有2种，不过这4种的水果成交量甲去年来比较，拢减少3成以上。农民讲量少价小就会起价。7、8月的迄个落雨，甲即马气候变冷吼，比往年的量减少足侪，所以讲价小就慢慢的攀升。农会认为，这波起价主因是量较少，价小就起价。农粮署表示，8月大水雨影响价树来出现减产，加上天气冷，价树生长慢，带动整体水果来起价。有估计年前价小较落，不过民众唔敢安尼想，短期内也是决定拣较俗的水果来食。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上大型的消费性电子展 CES， 每年1月初要伫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咱科技部甲经济部有合作，经100间新创的团队去参加，包括智慧医疗、半导体、防疫科技研发，要展现咱台湾的科技实力。进出场所先进行规身躯的消毒，甲定看的酒精药剂型消毒喷雾无共，有科技新创团队首创电化学模组。雨水经过纳米触媒电极转化成高活性永控困液。我们利用电极呢，去把水变成固氧化氢，那它就变成是一个强氧化剂。那这个氧化剂呢，就可以把一些像细菌啊，或者是病毒上面的蛋白质，或者是上面的一些有机污染物，去把它的电子抢过来，所以它就没有毒性。相关技术目前已经伫部分科技大厂、防疫旅馆等场所使用，也互世卫组织选做对抗新冠企业的创新科技之一。简讯无专注，也是开车讲电话，系统就会发出警讯。台湾新创公司以 AI 深度学习技术判别驾驶情形，必要时阵也阁会当自动驾驶，避免事故发生。这技术研发，拢将代表台湾伫明年1月参与 CES 2022美国消费性电子展。做一个深度学习之后，就知道这个驾驶人的这个意图跟他的现在的状态是不是适合开车。他如果睡着了，那汽车就要去第一个唤醒他。那第二个如果唤不醒的话，他可能就要启动自动驾驶的功能。这次的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也带来了机会。新创出来，要让他到大海去游游看，你游得过我们这个太平洋，你就游到那边，就连接国际。考虑到疫情还未平息，所以电子展将采用稀释双轨方式参展。科技部甲经济部等单位挑选智慧医疗、AI 甲治安、半导体、数位科技等8间团队投入。希望台湾的科研新创实力会当吸引更较侪国际投资的眼光，为台湾科研产业开拓更较侪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要推动友善动物，农委会伫2019年有公布咱台湾的动物福利白皮书，特别满2周年啊，为着要检验成果，立委举办公听会，听各界意见。即只用铁链拔掉比特犬，这个月初驾驶3岁囡仔，引发社会关心。动保团体指出，国内相关动保救济机制欠缺，这只狗到底是要交互上处置，要收容还是安乐死？后续的处理混乱。到底这些伤人的动物到底要怎么处置？其实我们并没有一套很完善的法律程序来做一个厘清。农委会2019年公布国内第一部动物福利白皮书，到今未满2周年，执行效果如何？会在立法院举行公听会。参加的动保团体指出，有真侪动保机制还未完备建立，另外有学者批评白皮书的策略1是要建立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完整教育体系，但目前完全无看到。是一条是落实它课纲啊，但是现在连教材都没有出来，怎么落实法呢？老师有没有上课？学生有没有资料可以看？
这是完全没做啊。受邀请报告农委会强调，相关工作一直在推动。109年到现在哦，大概我们所有的动保稽查案件将近有25万件，那相关的裁罚也有2000多件。专家学者甲动保团体拢认为，目前相关工作欠缺跨部会整合，认为应该提悬行政的层级，指定政务委员来进行跨平台协商，无正歹达到效果。记者林文丹从台北报道。屏东王尊祭典大拜拜会烧真侪香，对身体敢有败害？屏东县二国校的学生囡仔就摕这个题目来研究，参加环境教育比赛。虽然科学论证也有争差，不过囡仔嘛发现讲烧香的时保持通风是真要紧，所以嘛专工去庙埕做实验，宣传互大家知。馨香表心意，通风减香保平安。屏东上界出名的就是王尊祭典，不过大拜拜时阵，民众拢会烧真侪香。而烧的香对身体敢有败害呢？屏东市圣理国小的学生甲科学展览，烧好香有保庇的作品继续提升。代表屏东县去参加教育部第4届学校环境教育实作竞赛。我们也有研究出，在通风环境下，还有密闭环境下烧香的时候，发现呢，通风的环境下，因为空气品质那些有毒物质可以比较散出去，然后散出去的话呢，家里那整个空间里的话的空气品质就会比较少。虽然实验的数据只是简单分析物件烧了后会产生 PM1.0，事实上有真侪物件烧了后也拢会产生，那香连交通工具的废气体、污烟也拢会有。学生囡仔特别摕咱生活当中的香做案例，呼吁民众就要保持通风，才会当把歹成分排倒出去。要烧香有我们背后的背景跟历史因素，可是透有小朋友他们以实验的方式，这么多的科展数据简化之后，透过实验屋做给这个大人们看，我们觉得这样的效果是很好的。虽然这个学研究可能也有淡薄的争差，袂当就一个烧香的研究来当做一支德国亚岛规全球的案例，颠倒是提醒咱伫生活当中任何物质，若准伤过济，拢会危害到环境甲咱的自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台湾甲日本的艺术界同齐做一出歌戏《阿波兰》，12月之歌要演出啦，目前当地加强彩排。予我开放式舞台，演员随时出现的惊喜。12月25要伫维普雅予我剧场演出的歌戏《阿波兰》，导演是日本艺术家刘美和。南台湾歌戏三大天龙团联合演出，制作团队嘛是下世代下灵血。我们晚上可以看到一点影像吗？我知道，就是等天黑之后。阿波兰用蓝灰的商业化来反思人类对水的观点。制作团队面对疫情压力，费心敲测三大歌戏团，目前排练进度一切顺利。大家拢讲你疫情可能无法度做国际的共治，你无法度和外国人合作。毋过你有心，你有时间来陪伴你的感情，其实做会到。下国制作的变动成员，离正式演出剩无一礼拜，导演也因为家庭因素提早返去日本。制作人陈汉清表示，上困难的挑战，团队拢解决了，会全力排演，时到邀请观众做伙来看戏。记者杨淑静、谢桂林高雄报道。社区即马办活动，互时段震动经骨节头壳，可能是愈来愈多元。南投国姓社区最近有开德艺课，摕德啊，互老大人家己抹做猪，用家己做的猪来食饭，特别好食。老大人坐几排，专心摕山纸来抹德啊。过一捆啊，一箱看起来真有班的猪就抹好啊。这是南投国姓社区的德艺课，不少老大人看到家己作品，拢真欢喜。感觉用家己做的猪来食饭会特别好食。这猪做好等于家己用，讲啊，这我家己做的哦，菜就加足好食。阮这个老伙仔吼，大家手安尼紧叮当紧攄吼，啊，搁家己做猪吼，啊，这箱猪啦做得水水啊，家己食饭吼，用这箱猪来食吼，啊，心情愈来愈好，啊，愈健康，食饱字。这边的德艺课，老师教老大人做上简单的猪。除了要互时代，搁较有兴趣行出厝内，搁较介意来社区中心活动变工艺。
更较主要的是望利用简单的课程，让因的筋肉甲头脑拢加变动，减少退化程度。我们这次的课程着重在让他动手做，那让他在动手做的当中开发我们大脑，活化大脑。因为南投是台湾真大的竹甲工艺的产地，国姓社区除了望课程会当减慢长辈退化速度，嘛希望这个课程，让更较侪人伫咧生活当中注意到在地竹工艺。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家长农会就讲家政班最近一直拍拼咧引进数位资源，协助时代接触数位科技，成果嘛受肯定，摕到全国10大特色奖。家政班毋若是家己做手工煮食，佮通家己数位生活的大细项代志。伫家当在地徛真侪档的实工家政班，今年正公营摕到全国10大特色家政班的奖。尤其因即几年甲数位资源引进社区，互在地民众对即寡新科技的操作通更较了解。因为我们家政班的运作其实都还蛮缺乏一些资源的那我这次会将我们的家政班跟我们的一个家东数位中心做个资源的融合跟连结，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农村的妇女，其实在平时生活中，她们对数位的应用其实还蛮不够普及，而且我们家东乡的那个数位落差其实是蛮严重的。伫疫情期间，实工家政班利用线顶的会议继续开会，即寡成员还是使用数位正确的防疫观念，分别记消息，医药疫苗甲五倍券，因会晓了后，搁来去教时代，互在地人袂漏交上新的消息。就是阮拢有在服务遮的老人。搁甲阮的妇女团队参与这个电脑学习中心，然后结合了整个我们的家东乡农会所举办的一些一个绿色照顾站的一寡长辈。家东乡农会实工村第3家政班，主要是以环保艺术、煮食、关怀时代、数位合适等元素做理念，来服务家乡行销在地的产品。家政班也望有更较侪少年人来加入行动，互社区生活愈来愈精彩。记者综合报道。好利从俄罗斯自然界起水排的工程师，对调节大水真有功劳。严搁伫俄罗斯拄带好电导柄，因为好利的数量伤济啊，伫头起水坝切断水路，电导害鱼啊病毒全拢死了了。好利伫咧水边洗身过的模样真古水，严过西伯利亚西部托莫斯克地区的民众对因是无介意，因为好利伫咧鄂毕河流域，甲树仔加长贴水坝做收，互开水较无法度流叮当，也甲鱼本来要受起顶楼新两个路切断，互鱼大量死亡。Вода упала, икра осталась, из икры вылупляются мальки, они нагуливаются в течение лета. И осенью они должны бы вернуться назад в рек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им в таких озерах, старицах, малых реках нельзя.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се это покрывается льдом, замерзает, возникает заморное явление, и молоть гибнет. А этот вылупившийся из икры малек вернуться назад в реку не может. 在过去10年，当地河狸的数量增加3倍，差不多有14700多只。托莫斯克地区所有的溪流拢有看到因贴水坝，水坝所形成的水鼻啊，水拢无啥流叮当，造成含氧量降低，碳含量增加。Содержание кислорода 0,04 миллиграмма на литр. Это очень мало. Это уж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заморным явлениям. 河狸贴的水坝所形成的湿地，也对周边的森林生态造成影响。互每国家世上哪拢无法度成长。Кто измерит какой ущерб? Там столько кедра брали, столько ягоды брали, все нету этого ничего. 因为河狸数量伤过多，造成农渔业的危害。有关当局已经开放伫春天会当捕猎河狸，不过因为经济价值无悬，申请的人无多，当地人无想着讲，伫咧英国被当作治水工程的河狸，伫西伯利亚所造成生态影响。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半晡天气变化3款，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1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9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1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新平安顺心，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